念念哈嘎。哎，阿志，哎，这是不是泡菜呀？系啊，卜菜啊。哎，福菜耶。系啊。这个是用那个芥菜去腌的嘛？冇唔错。去卤味，对不对？系。哎，这个可是这个怎么卤味？你知不知道？哦，佢用芥菜咩，然后涂盐上去。涂盐。然后再用暗光。然后再用泰式头冚定去。哦，但是这个卤味的这个芥菜啊，为什么只有客家人才有哦？系啊，因为客家人较勤俭咧。哦，勤俭。所以唔同的菜啊，比如拿来卤啊。哎，阿子啊，我们好朋友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马上去弄一个。哎，果然懂我的意思。你还懂给我们是豆腐菜桶啊？好不好？我等你哦。好，走。哎，上面啊，福菜桶来了。哇，福菜桶啊！哎，好香，热腾腾。哎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来，我来咬一口喝喝看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用汤匙也有福菜桶。哎呦，用汤匙有福菜桶。哎，用汤匙舀福菜汤。我跟你讲，在冬天的时候来一个这个热腾腾最棒了。色香味俱全。哦，猴林哦，龙猴林。哎呀，哦，好棒哦！这里面大概有什么料啊？还有三层肉咩？三层肉。然后卜菜咩？卜菜、福菜。还有小鱼干呢。小鱼干。哦，难怪这个味道这么鲜美。哎呦，你常常吃，难怪你长得那么高，篮球打那么好啊！来，就是多吃一些的呀。好，到时候好要来吃一下了哈。用汤匙舀福菜汤。用汤匙也有福菜桶，用汤匙有福菜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还有五花肉、三层肉，用筷子夹五花肉，用筷夹三层肉，汤匙，太搞来喝黑搞花，这是一定要的啦！哎。待会我们喝完之后去打篮球嘛？好啊，打篮球啊！好，哎，小心我盖你火锅啊！卤味，全欠，福菜汤，用汤匙淋福菜汤，用筷夹三层肉，